用台语学汉字第一集，马上来开始第一个字“弄”。说文解字的解说兼有也，都有、拢有、都好、拢好。第二个字“弄”，理也，处理的意思。处理支票就讲弄支票，乌白处理就讲乌白弄。弄有义宾，表示状态副词。弄提手旁，表示动作，是动词。汉字厉害的所在，看字形会使看出意思，阁会使看出声音。这两字声符拢是弄。一个字包括形、音、义。经过安尼学习，拢是为着你啦。你拣倒一字，你若拣着，你就比教育部的台语专家较厉害啊！狗遐的狗，你选倒一字？一个是非字旁，一个是肯字旁，真简单吧？字，即字将废字声，所以读字。国语这两字，教育部叫你读狗遐，你无听毋对，狗遐安尼写。因连非字旁的狗拢无用呢，安尼害小朋友呢，声音义完全无咧管呢。狗遐正字安尼写，说文解字讲是蝼蛄，蝼蚁尚且偷生的蝼蚁，就是狗遐。2000年前的字典早就传遍遍，等咱来现啊。准备好未？台语文的奇幻之旅，邀请你来参加。